Facebook 六四專頁懷疑被河蟹。Facebook 有個無忘六四專頁，呢頭先至貼 post 呼籲4萬個擁躉參加六四21週年集會，轉頭近80個嘅專頁管理員就被禁止發佈信息啦，理由係違反咗專頁嘅使用條件。擁躉指責 Facebook 打壓言論自由，有人就獻計話寄信俾各地嘅傳媒、美國國會，甚至係聯合國，阻止 Facebook 繼續河蟹。其中一個90後管理員鍾善恩被逼要先退出專頁，先至可以繼續用 Facebook。佢質疑係建制派喺背後大量檢舉專頁嘅內容，逼 Facebook 出手，已經去信 Facebook 嘅創辦人要求交代。有議員認同要檢討檢舉制度。但係 Facebook 都幾保守嘅，即係話有人投訴啊，即係有啲咩佢就會孤單㗎啦。即係好多人 abuse 咁樣用佢嗰啲投訴機制，令到好多運作唔到咧。咁我哋即係我覺得應該有需要多啲去反映俾 Facebook。支聯會批評 Facebook 阻礙言論自由。你純粹話啲人檢舉，亦都唔理佢背景點嘅話，你就係喐咗原本嘅嘢，你呢個梗係好大問題啦嚇！亦都真係會阻礙咗無論係六四或者其他各方面嘅個言論嘅表達。Facebook 已經唔係第一次出現河蟹㗎啦。上年一個召集10萬人厭惡民建聯嘅群組喺差不多達標嗰陣，突然被刪除，要改名另起爐灶。